Hello，各位9點鐘升級版嘅觀眾，大家好啊！我係研究部袁心啦。咁今日就由我同大家講下喺9點鐘上高美股嘅一個2026年嘅教學日記例子啦。咁先講咗免責聲明先啦。成個2026年教學日記嘅例子咧，並冇涉及任何投資邀約或者投資建議啊！大家千祈唔好因為呢份 PDF 上面嘅任何內容啦，或者呢條片嘅任何內容而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啊！全部都只係教學用途嘅啫。咁所以大家清楚知道呢樣嘢啦，咁就同大家睇下就係今年嘅時間2026年美股上高正選嘅名單係有啲咩嘅公司喺度啦。咁首先第一間公司打頭陣嘅咧就係 Costco 啦。咁相信大家對於 Costco 呢間公司嘅業務都係非常之認識㗎啦。咁甚至乎如果你喺美國啊、英國啊或者可能喺加拿大住嘅時候咧，相信都應該係有用開 Costco 嘅服務嘅，因為始終佢實在太平，或者佢個 quality 咧都算係比較高嘅一啲超市品牌。咁佢最主要咧都係做一啲會員制嘅批發零售啦。咁包括咗賣一啲生果啊、鮮肉啊、電子產品啊、家居產品啊、日用品啊，全部都有賣嘅。甚至乎一啲線上購物，佢都開始慢慢 develop 緊㗎啦。咁再加埋咧，其實而家開始再有一啲新嘅業務啦，譬如就係 Costco 嘅藥房啦，或者 Costco 嘅油站啦，Costco 嘅一啲換胎鋪咧，佢都有做到。咁其實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呢間公司嘅業務係啲咩啦，亦都知道其實佢嘅穩健能力係非常之強勁啦。再加埋業績上面咧都係非常之穩陣，keep 住俾到增長你睇嘅。雖然啊，可能間唔中個增長係會減翻慢少少啦。譬如就好似2025年個增速咧，其實減慢咗嘅，收入上面嘅增速只係8%，咁盈利上面增速咧接近挨近10%左右呢個水平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啦，成個 track record 嚟嘅，講緊由2019年去到2025年，even 有疫情都好啦，其實佢個收入上面咧同埋盈利上面咧都保持到個增長，你睇從來冇試過有倒退添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已經係加爆晒分數啦。咁所以絕對係攞滿晒分數，係絕對適合放入一個正選嘅一個名單入面啦。佢屬於防守類型嘅公司嘅。咁至於第二間嘅公司咧就係 RMD 呢間公司啦。咁相信睇開9點鐘升級版嘅觀眾咧，應該對於呢間公司都唔陌生噶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成日講呢間公司嗰個業績表現係點樣嘅。咁呢間公司其實最主要嘅業務咧就係做一啲睡眠窒息症嘅一個呼吸機。咁而其實大家諗到啦，就係睡眠窒息症嘅呼吸機咧，基本上嗰啲用戶或者嗰啲患者真係買咗佢嘅 product 之後咧，基本上一直用嘅，因為其實嗰個呼吸機咧唔係幫佢斷尾用，純粹幫佢舒緩個症狀或者叫做冇咗個生命危險咁解啫。咁所以某程度上佢個客戶嘅人數咧 keep 住增長緊，因為舊有嗰啲就唔會話無啦啦唔用嘅產品啦，最多可能只係會轉用其他 product 或者轉用其他品牌嘅產品。咁但係其實嗰部分叫做客戶上面流失量咧就唔算話咁高嘅啫，反而啊佢新增客戶嘅一個人數咧仲要多過佢舊有客戶流走嘅一個人數，咁導致到係佢成個 base 嚟嘅 keep 住增長緊嘅狀態啊。咁你見到佢業績上面咧都係非常之穩定地增長啦。咁講緊由2019年去到2025年咧，咁多個財政年度咧喺收入上面同埋盈利上面都保持到個增速。雖然啦偶爾會間唔中咧，可能2022年咁樣為例啦，咁盈利上面可能下跌或者下滑到得翻8.63% 增長，咁但係8%增長都唔算話去到好差，甚至乎見到就係最近嗰3個財政年度咧，其實個盈利表現上面 earning per share 上面咧，其實係個增速咧係 keep 住擴張緊、加快緊嘅。去到最近嗰個財政年度2025年嘅財政年度嚟計咧，收入上面增速9.84%啦，咁至於盈利上面增速去到成23.7%，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啦。再加埋佢業務其實非常之穩定啦，穩健性或者護城係非常之強，咁所以 overall 嚟講咧，呢間公司係絕對適合放入一個嘅教學例子名單入面嘅啦。至於下一間嘅公司就係 MTD 呢間公司啦，咁呢間公司相對嚟講可能冇咁多人會知呢間公司嘅存在啦。呢間公司其實做一啲比較得意嘅業務嘅，佢就做實驗室裡面嘅精密儀器啦，同埋一啲服務嘅，包括咗就會做一啲實驗室所用到嘅一啲天秤啦，或者一啲工具啦。咁同一時間喺工業上高嘅磅秤啦、稱重系統啦，或者一啲檢測嘅儀器亦都有做到嘅。甚至乎喺超市嘅秤啦，或者可能包裝上面點樣係入部機上面令到超市上面方便包裝咧，佢都有做到啦。咁所以佢某程度上算係一個工業嘅一個產品或者叫實驗室嘅解決方案嘅一啲公司嚟嘅。咁而見到啦，呢間公司其實個收入上面嘅增速同埋盈利上面嘅增速咧，都算係比較穩定嘅一間公司。雖然啦有少少扣分位嘅，就係2023年咧，佢錄得一個輕微倒退，即係收入上面同埋盈利上面咧都講緊可能4% 以內嘅倒退啦。咁但係其實拉翻遠少少嚟睇，講緊由2018年甚至乎2017年去到2024年咧，佢個收入上面增速同埋盈利上面增速咧都係俾到一定嘅成績嚟睇，個穩健性嚟嘅咧係非常之強勁嘅。雖然近期係有少少滑落咗或者減慢咗啦，咁但係其實諗翻一樣嘢就係2023年佢係倒退啊嘛，咁所以某程度上2024年咧都算係 pick up 翻一個增速。再加埋一樣嘢啦，啱啱同大家所講到嘅，其實佢好多嘅 product 咧個必須性咧都算係比較高啲。即係諗翻一樣嘢就係實驗室其實冇可能冇一啲天秤啊嘛，又或者可能實驗室有啲叫消耗品咧，其實佢都有製造到。咁嗰部分基本上如果間實驗室唔係停止營運嘅時候咧，都要 keep 住買佢個 product。咁所以其實佢個護城河嚟講咧都算係偏強嘅，甚至乎喺實驗室設備嘅市佔嚟計咧，佢都算係間龍頭嘅一間公司嚟嘅，而且好有聲望啦。咁所以啦，變相佢護城河強嘅情況底下咧，咁絕對適合
放入一個防守型嘅正選名單入面啦。咁至於再數落去下一間嘅美股嘅公司咧，就係 GWW 啦。咁呢間公司咧，其實做嘅業務咧都係比較得意啲，可能大家冇想象過或者冇諗過啦。其實呢間公司咧就做一啲各項類型嘅工業產品啦，同埋安全設備嘅產品，包括咗啦一啲嘅安全嘅照明系統啦，譬如嗰啲消防燈啦，譬如可能工廠入面嘅後備嘅照明系統啦，又或者可能成個工廠入面或者工業嘅板塊入面佢嘅清潔用品啦，一啲嘅泵啊，甚至乎可能摩打啊，或者可能一啲暖氣啊、冷氣嘅一啲設備系統啦，或者一啲工業上嗰個儀器啊、材料設備上面都有做到。咁而佢最主要服務嘅對象咧，一方面有工廠啦，同一時間亦都有服務一啲政府嘅大樓啦，可能一啲醫院啊，或者零售嘅一啲鋪頭啊，甚至乎可能一啲教育機構啊、酒店咧，其實都係佢嘅客戶嚟嘅。咁而同一時間佢都唔淨止係銷售呢啲設備嘅，同一時間佢都會包辦埋一啲維修啦、或者維護嘅一啲服務。咁所以啊，呢類型公司咧就叫幾向一條龍做晒，就係產品上面銷售，再加埋就係產品上面嘅維護都有做埋。咁一般嚟講咧，要係一啲非常之規模龐大嘅公司咧，先至可以做到呢類型一站式嘅一啲體驗啊或者服務。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咧，呢間公司嘅客戶咧集中咧都只係一啲大型嘅客戶或者大型嘅政府機構，咁比較少咗啲小型啊、中小型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嘅壟斷性啦或者護城河都算係偏高嘅狀態。咁至於業績表現方面啊，2024年即係最近嗰份財政年度咧，其實見到有一個輕微嘅滑落嘅，咁但係其實即使佢滑落咗都好啦，其實佢都仍然保持到一個增速俾你睇，甚至乎我哋再望埋就係2021年到至到2023年嗰個業績表現咧，都係非常之高速嘅增長。咁所以 overall 嚟講，齋睇最近嗰4年嘅表現嚟計咧，呢間公司咧都算係攞到一個合格以上嘅分數，係值得放入一個嘅正選嘅名單入面。咁至於再數落下一間公司啊，大家都又係耳熟能詳嘅公司咧，就係 Microsoft 啦。咁呢間公司咧，最主要分為4大嘅業務啦，咁一方面就係雲端嘅運算，亦都係增速上面咧比較犀利嘅一環啦，就係 Azure 嗰個嘅雲端嘅雲平台啦。咁之後再數落就係一啲商業軟件啦，譬如就係 Microsoft 嘅365啊、Microsoft Office 啊等等啦。之後再數落個人嘅運算上面咧有做到嘅，譬如就係 Windows 啦，譬如就係 Xbox 啊等等啦。最後尾一樣嘢咧，佢就 focus 咗喺人工智能嘅層面上面。咁而Microsoft 呢間公司咧業績好就唔使講噶啦，大家都知道佢業績一定係好噶啦。甚至乎其實你見到就係2019年，甚至乎2018年開始去到而家咧，都係從來冇試過喺收入上面同埋盈利上面係錄得一個倒退，咁呢個都有非常之強嘅 track record 啦，絕對攞晒滿分咁滯啦。咁可能有少少嘅扣分位咧，即係2023年業績係轉差少少啫。咁但係諗翻一樣嘢就係2023年當其時咧，其實美股嚟嘅咧好多嘅公司喺收入上面同埋盈利上面係突然之間見到一個比較明顯嘅倒退。咁所以啦，喺咁多公司都 drop 得咁明顯之際，佢都可以保持到大約個位數字增長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合格有餘。咁甚至乎係話俾大家知咧，呢間公司個護城河有幾強勁，先至可以導致到就係2023年咁多公司業績上面都轉差情況底下，佢都仍然保持到一增長俾你睇啊！咁所以大家熟悉 Microsoft 佢個業務又好啦，或者佢知道佢個護城河幾勁都好啦，甚至乎就算你唔知都好啦，齋睇份業績表現咧，都完全係足夠符合係擺入一個教學例子名單入面嘅啦。即係再數啦，就係 Caterpillar 呢間公司啦。咁呢間公司都其實比較有名啲或者歷史比較悠久嘅一間公司嚟嘅。咁但係 in case 啲觀眾啱啱接觸美股未必知道啦，咁我就有比較詳細咁同大家講下佢嘅業務係做啲咩啦。其實佢係一個重型機械入面嘅龍頭嚟嘅，佢最主要咧其實做一啲非常之大型嘅一啲重型機械，譬如有啲咩就係大家成日喺路面上面可能整路嘅時候會見到啲挖泥機，咁嗰啲挖泥機咧都算係佢公司裏面比較細部啲嘅一啲儀器啦，甚至乎再大型啲嘅講緊一啲好大型挖掘嘅一啲機器啦，咁可能有啲災難發生咗，見到啲倒塌啊嘅情況嘅時候咧，要採用一啲大型嘅挖掘機咧，通常都係會用佢嘅一啲產品嘅。同一時間佢唔淨止做一啲建築行業上面嘅推土機啊、瀝青機啊或者挖掘機嘅，除咗就係建築行業之外咧，佢都做咗一啲採礦上高嘅設備。咁講緊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採礦嘅設備咧，通常係非常之誇張地大部噶啦。咁唔淨止即係一啲挖掘機嘅，佢都仲有做一啲可能電產啊，甚至乎喺能源或者運輸方面咧，佢都有做一啲工業用嘅一啲燃油嘅發動器啊，甚至乎一啲柴油機啊，佢都有做到嘅。咁而最後一個業務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就係佢賣咁多嘅大型嘅 product，每一個 product 甚至乎買一個轆咧都係非常之貴。我自己就可以 search 過佢旗下嘅產品咧，講緊一啲重型嘅機械嘅一個車轆啫，都講緊可能20-30萬港紙，好誇張嘅。咁所以啊，好多嘅公司其實買唔起呢堆嘅 product 嘅嘛，咁所以佢有提供就係租借啲 product 嘅服務啦，又或者可能照買啲 product 俾你，但係啦，佢會提供一啲融資嘅方案，就俾你慢慢咁樣供嗰部機翻嚟，咁就俾自己用。咁所以呢間公司做嘅業務都係好全面嘅啦。一方面就係做一啲巨型重型嘅一啲工業設備啦，同一時間就做埋啲金融上嗰個服務。咁而睇翻佢個業績表現先啦，咁見到啦呢間公司佢個業績表現咧，相對嚟講係比較 fluctuate 少少嘅。咁因為始終佢都算係一個工業設備股啦。咁其實重型機械或者工業呢個範疇咧，某程度上都算係一個周期股啦。咁所以當見到就係美國嘅一個工業周期係翻嚟嘅時候咧，咁自然就會見到佢個
增長速度咧就非常之明顯㗎啦。咁而見到就係最近嗰個財政年度咧，雖然佢都有輕微嘅滑落嘅一個情況啦，喺個業績表現上面，咁但係其實見到就係過去嗰3年，就由2021年去到2023年咧，佢個增速都係非常之明顯嘅。咁再加埋一樣嘢咧，就而家市場好多嘅 forecast 咧就預計緊2026年咧，好多嘅美國嘅工廠咧將會搬翻去美國去設廠啦，用行動咧去證明俾特朗普睇咧，佢真係有個心去翻美國設廠，去令到美國經濟提振翻起嚟。咁所以咧就預計呢啲嘅重型機械或者工廠嘅設備股咧，其實將會變得非常之吃香嘅，因為諗翻要起一個工廠出嚟，咁佢自然都要移平呢啲土地啦，又或者可能有好多嘅挖掘嘅工序需要做啦，咁自然就會用到 Caterpillar 嘅旗下嘅產品。咁所以某程度上咧，我哋之所以揀 Caterpillar 呢間公司入我哋嘅名單入面咧，其實當中一個非常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希望就係美國嘅工業回流潮咧，會帶動呢間公司業績上面嘅增長啊。咁至於最後一間美股上高正選嘅公司咧，咁就係 SCCO 呢間公司啦。呢間公司其實就做一個資源嘅產業嘅，佢最主要就係做銅嘅產業啦。佢嘅銅嘅礦咧，主要係集中喺秘魯同埋墨西哥呢兩個國家入面。咁當然啦，喺南美洲嘅其他國家咧，其實佢都有啲礦場喺度嘅。咁但係最主要喺秘魯同埋墨西哥咁解啫。咁而睇翻就係呢間公司個業績表現咧，喺最近嗰個財政年度嚟計咧，都係非常之犀利。雖然啦，2022年同埋2023年咧個表現就未算話咁理想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就係踏入咗2024年甚至乎2025年嘅時候咧，其實銅嘅價錢咧係直上升緊嘅喎。咁而我哋嘅研究團隊咧就認為就係2026年咧，其實預計好多嘅貴金屬咧仍然會喺個高位上面徘徊住嘅價格方面。咁雖然啦，我哋認為白銀或者黃金啊，或者好多嘅貴金屬，其實好難會再好似2025年咁樣咁大幅咁誇張破晒歷史新高咁樣上升嘅。但係啦，佢都會 keep 住喺個高位上面徘徊住。而嗰啲嘅貴金屬會出現一個價格上高大跌嘅機率，暫時講就未見到嘅。咁所以基於就係預計個銅嘅價錢啦，或者可能好多嘅貴金屬嘅價錢咧，仍然喺高位上面徘徊住。換言之，就係呢啲嘅銅礦啦，或者貴金屬嘅公司咧，預計喺個業績上面咧都 keep 住做好，或者 keep 住喺一個歷史高位位置徘徊住。咁所以基於就係呢個板塊上面一啲基本面因素嘅原因底下咧，就令到我哋將呢間公司咧就放咗去2026年嘅教學日記例子入面嘅正選嘅公司入面啦。之後再落去啦，就同大家講下就係關於美股後備嘅一啲名單啦。咁第一間公司咧就係 HSY 呢間嘅公司啦。呢間公司咧其實做嘅業務咧係都幾得意下嘅，佢係做一啲糖果啊、零食上嗰個生意，尤其是就係朱古力上嗰個生意啦。佢係美國最大嘅一個朱古力嘅一個生產商，甚至乎如果大家開下嗰啲 product 出嚟睇咧，相信大家喺香港嘅一啲 supermarket 即係超市入面咧，都應該經常見到佢嘅產品噶啦。咁而呢間公司做一糖果啊，或者做一啲朱古力上嗰個生意咧，咁自然業務上高咧，其實都係好穩定嘅。即使可能即係佢經濟周期可能未如理想，或者可能佢經營有一年轉差咗少少都好啦，咁但係實佢嘅跌幅都未去到非常之犀利，算係一個穩健性非常之強勁嘅一間公司嚟嘅。咁見到啦，就係由2018年去到2023年咧，其實佢保持到就係收入上面同埋盈利上面有個增速嚟睇啦。雖然啊，就係2024年佢業績上面係轉差咗少少嘅，但係都只係非常之輕微一個跌幅。咁2025年呢個數字咧，暫時嚟講係未核實㗎。呢方面嘅數字咧，都只係暫時市場係 forecast 嘅啫。咁甚至乎我哋再睇埋2026年咧，市場預計緊啊，2026年嘅財政年度咧，佢 pick up 翻一個增長㗎啦。咁所以大家就未需要太過擔心2025年一年嘅一個叫做比較差嘅成績咧，會導致到就係2026年都係比較差嘅一個狀態。暫時市場 forecast 緊咧，其實呢間公司喺2026年咧將會 pick up 翻一個增速嘅。咁所以呢間公司作為一個防守類型嘅公司嘅時候咧，其實佢嘅穩健性都比較充足啲，因為始終糖果或者朱古力等等嘅生意咧，都算係好少會受住經濟周期所影響啊。咁之後再所落就 WES 呢間公司咧，就係第二間我哋後備嘅間公司嚟㗎啦。咁呢間公司做嘅業務咧就係做天然氣嘅一個生意嘅。咁佢喺洛基山脈啦，或者係德州啊，或者賓夕法尼亞州咧等等都有佢嘅一啲頁岩油上高嘅氣田。咁而見到其實呢間公司唔淨止就係做天然氣上高嘅開採嘅，其實佢某程度上都算係個一站式嘅生意，包括咗就係天然氣上高嘅開採啦，之後天然氣上高嘅處理啊或者提煉啦，之後再所落去就係天然氣上高嘅運輸啦，甚至乎天然氣上高嘅買賣佢有做到。咁再加埋咧，佢唔淨止做天然氣上高嘅業務，佢仲有做少少水上高嘅業務。咁包括咗就係佢會收集一啲嘅污水啦，可能就會再去處理啊，再去回收啊，再去處置等等嘅。咁所以佢做嘅業務其實都算幾大。一方面就係天然氣啦，天然氣仲要包晒上中下游嘅產業喎，之後再數落去就係水嘅資源上面咧，佢都有做到。咁而睇翻佢嘅業績狀況啦，咁因為就係大家都知道就係2023年咧，其實天然氣個價格咧都係一個非常之低位置徘徊住，咁所以導致到就係2023年咧，其實個業績狀況就未如理想嘅。咁但係啦，大家見到就係2024年或者2025年咧，其實天然氣嘅價格咧開始慢慢 pick up 翻上嚟啦。咁所以導致到呢間公司咧喺2024年咧就開始個基本面上面就出現轉勢啦。雖然暫時市場 forecast 緊咧2025年個 performance 就未
未算話去到好好啦。咁但係大家再望翻就係2026年嘅 forecast 預計都會 pick up 翻一個增長㗎啦。咁所以只要 as long as 就係個天然氣嘅價格喺2026年咧冇再出現一個大跌啦，或者唔係喺一個低位上面徘徊住嘅時候咧，咁預計呢間公司將會繼續受惠落去㗎。咁所以就會將佢放入一個嘅後備名單入面啦。咁至於最後一間嘅後備美股咧，其實就係 DKS 呢間公司啦。呢間公司咧就係非常之 marginal 係入到呢個嘅名單入面。咁其實我哋嘅研究員迷合咧，其實佢都花咗好長時間咧去 study 呢間公司啦。其實我哋最嬲尾係 filter 咗成4間公司出嚟嘅，咁但係最嬲尾喺4間裏面咧揀咗呢間嘅公司。咁呢間公司做嘅業務咧就係做高爾夫球或者運動用品嘅生意，其實比較集中喺高爾夫球上面啦，包括咗即係高爾夫球上面嘅啲用品啦，或者服裝啦、鞋類啦，甚至乎一啲高爾夫球車啦，或者高爾夫球嘅波咧，佢都有製造到嘅。咁比較出名嘅一個品牌咧就係 Golf Galaxy 呢個品牌啦，又或者甚至乎喺戶外用品上面咧，佢都有做 Public Land 呢個品牌嘅。呢個品牌都算係北美嚟計咧，或者全球嚟計都算係比較出名嘅一個戶外嘅運動品牌嚟嘅。咁見到啦，呢間公司其實最近嗰2個財政年度咧，其實個業績就叫做平穩咁樣增長緊。咁但係2023年咧，佢曾經經歷過比較明顯嘅大跌嘅，但係開始慢慢 pick up 翻一個增長㗎啦。咁同一時間有少少額外嘅資訊啦，其實大家做翻少少可能運動板塊或者運動呢個產業上嗰個研究咧，你會發現咧，就係高爾夫球咧，其實喺最近嗰2至3年裏邊咧，都算係比較增長比較犀利嘅一個運動嘅板塊嚟嘅。雖然啦，高爾夫球唔係一個叫新興運動啦，但係近幾年咧係多咗人參與呢個嘅運動或者玩呢個運動、學呢個運動嘅，咁所以導致到就係最近嗰2至3年裏面，無論係 DKS 又好啦，或者其他做高爾夫球運動用咁嘅品牌嘅公司，又或者甚至乎一啲高爾夫球嘅一啲 research，其實最近嘅時間咧個 performance 嚟計都唔係算話到好差嘅個成績。咁而呢個 trend 咧，暫時睇翻市場嘅 forecast 咧，都係會認為繼續持續落去嘅。咁所以預計2026年咧，呢間公司咧都仍然係可以保持到一個幾唔錯嘅成績。就算佢唔係一個高速增長都好啦，咁但係都至少會平穩咁樣，好似2024同埋2025啦，一個輕微嘅增長。咁呢個係 foreseeable 嘅一個結果嚟㗎。咁所以喺研究完之後咧，就迷合決定將呢間公司咧就放入一個嘅2026嘅教學例子嘅名單入面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呢樣嘢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一次過高呼晒成個2026年美股上高嘅教學日記例子名單啦。咁最後尾嘅時間都想提醒翻大家一句啦，作最後一個提醒啦，就係大家千祈唔好見到呢個表咧就買入晒所有嘅公司啦，因為其實呢啲咧都只係教學例子，就希望大家可以睇完呢個表就去自己做下 research 啦，睇下究竟點解我哋會將呢間公司放入一個名單入面。同一時間咧，大家都可以畫下呢啲公司嘅技術面圖表啦。咁我哋間唔中咧將會喺9點鐘升級版 Part 5嘅部分咧，由迷合咧同大家跟進下呢啲公司嘅技術面最新嘅走勢係點樣，當俾大家一個嘅平台咧去對下功課啊。咁所以大家得閒嘅時間咧就記住可以畫下呢啲嘅技術圖表對下功課啦。咁今日嘅2026年美股上高教學例子名單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啦。